升勢。2014年中，美國聯儲局宣布維持資產規模及超低利率，樓市價格繼續上升。未來4年，本港私人樓宇供應量有92,000伙，數字連續6個季度創歷史新高，兼首次超過9萬伙水平。樓市預測：2017年年底之前，樓市預料跌30%，不排除樓價尚有少量上升空間。明年樓價一定冇得升，跌幾多好難估，好似未成趨勢。後年樓市欠價，因樓續好，明年南宋八字不旺土，而土升手退，就算樓價不跌，仍然買賣兩行。海船天際獨立4,238億成交，實用面積4,233平方呎，大圍名城盛世1,200個成交，實用面積840呎，太古城香港政府於2010年及2012年推出樓市辣招，未能阻止樓市升勢。2014年中，美國聯儲局宣布維持資產規模及超低利率，樓市價格繼續上升。未來4年，本港私人樓宇供應量有92,000伙，數字連續6個季度創歷史新高，兼首次超過9萬伙。樓市預測：2017年年底之前，樓市預料跌30%。明年樓價一定冇得升，跌幾多好難估，後年樓市欠價，因樓續好，明年南宋八字不旺土，而且手退，有買賣。1,500個成交，實用面積844呎，太古城1,100平方。香港政府於2010年及2012年推出樓市辣招，未能阻止樓市升勢。2014年中，美國聯儲局宣布維持資產規模及超低利率。呢個單位真係冇介紹錯，2房1廳啱啱好，實用面積成300呎，其實一啲都唔細嘅喎。嗱，電視機放呢度，梳化擺對面啱啱好，坐低伸手就可以開電視，遙控都唔使用啦。飯廳呢咪接台咯，用先開出嚟，有慳位又好睇。廚房其1個人啱啱好，老公翻工咁辛苦，翻到嚟就冇入廚房啦。太太專心煮飯，左手雪櫃，右手爐頭，拎住行多步都唔使，唔會背親老婆啊嘛。廁所度門頂呢個單位就可以解釋計問題，每個節目又搞掂晒。細細住300呎，點會唔商人跌到放唔到？有張床放高啲放呢度，梳化擺對面啱啱位都唔使晒，低身化點可以定啲櫃擺嘢，控都唔使用，放即刻放上嚟，難得嚟到慳翻先開出嚟，700慳位係好貴。地鐵站都就買幾好嘅嘢，係20分鐘就到，2分鐘就到，身體都反到我就冇入廚房。依家入住真係阿太好辛苦，然後起好個手廚有埋蒸爐頭，都買咗享受啦，唔使唔會背親老婆啊嘛。廁所度門頂住，唔會設計問題，每個接門搞掂晒。睇主人房，點會連雙人床都放唔到？張床放高少少，落埋個窗台邊，1寸位都唔使晒，下邊仲可以整啲櫃擺嘢，而且一日房即刻跳上床，行多2步都慳翻啦。700萬真係唔貴，地鐵站都就買幾好，行20分鐘就到，翻工當做運動，身體都健康啲。依家入住就啱啱好。
的路。